近年右腳球員踢左閘十分之常見，但係左腳球員踢右閘呢，我就數唔到啦。你可能會問，依家閘都可以內收啦，左腳踢右閘理論上都行得通㗎。但係個重點係球隊通常冇咁大動機去咁做，因為左腳球員本身已經少。一個2026年嘅研究分析咗大約7500名歐洲國家隊體系嘅男足球員，發現成年隊左腳球員呢只係得26.5%，而呢啲左腳球員通常已經要填好幾個缺人嘅位置，左閘、左中堅、左翼或者右路內切攻擊手。相反，右腳球員數量多好多，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右腳球員會被改造成左閘、內收閘，甚至左右兩邊都踢得到。咁點解右腳球員會多咁多？呢個可能同人腦功能側化有關。好多語言、精細動作、動作排序都係偏向左腦處理，而左腦正就係控制右邊身。久而久之，人類就形成咗比較強嘅右側優勢啦。所以少咗嘅球員踢右閘，唔係單純足球戰術嘅問題，而係人類本身就係偏向用右腳，再加上足球世界資源分配而形成出嚟結果。想聽多啲呢方面嘅足球冷知識，記得 follow 啦。